個正麥當勞，食慣梗係專登嚟食麥當勞。聞好似啲 friend 喺度開 T 咁啦，周圍遊，周圍遊。今日超晒，翻去呢個深圳灣口岸邊。咁今日咧呢個就係賞花團嚟嘅，就去寶安區嗰邊咧睇一睇花。咁而家咧就搭 B3X 咧，呢架車咧就喺深圳灣口岸。咁咧就嚟到深圳灣口岸啦，落車。咁我終於過關啦，咁我就諗緊咧，我搭車好啊，定係食嘢先？咁啊，稍微有啲肚餓。咁啊，思考下，嗰度都停緊。我搭車咧就要等個鐘，我食嘢咧應該10分鐘到。邊啊？乳豬。呢嚿唔靚啊！呢嚿大隻。嗰次唔脆嚟，嗰個好似脆鬼啦脆，嗰個皮唔脆，你睇下。會嘅。深圳灣口岸站，準備轉入。冇得交唔到。咁啊，出咗站啦，大新站嚟嘅，好餓。呢係咩啫？廣州牛肉片喎，個正麥當勞，食慣梗係專登嚟食麥當勞。香港好似冇。價錢6蚊個包啫，7蚊到啦，10零蚊個餐。係早餐平嘅喎，即係40蚊嘅喎一個餐，揾人民幣喎。我唔知啊㗎。今日咧食呢個真係洗腸餐，清理腸道。因為咧我就想偷垃圾啦，所以咧就嗌咗個沙律同呢個可奶食，就食得健康啲啦。之後就開始可以唔健康，為唔健康鋪路。你就試一試嗰個味道。落嗰啲唔麻嘅。睇出咧就少少香味，因為太鹹嗰個唔係鹹嗰啲，所以飲個奶茶嘅時候就特別淡味嗰個。不過整體嚟講 OK。識食就係咁食㗎啦。去到呢間食 pizza 嘅鋪頭咧，就係食呢個沙律，但係都 OK 嘅。跟住就真係出發啦，正式。其實喺度不斷行咧，我都覺得幾舒服，即係咁樣係充滿大自然嘅氣息啦，又適合我食完飯喺度做飯後運動，咁啊超住行，大約我諗仲有10分鐘到啦，就會去到嗰個公園嗰度，應該差唔多見到公園嘅模樣，再行多陣睇下點。我諗我到咗啦，正係啦，多謝啦，荷蘭花卉小鎮，有雀喺度添，行咗好似3-4個字度啦，真係行都越嚟越多。睇下呢度有啲咩特色啦，咁喺網上面嘅圖片就顯示咧有啲鬱金香啊之類嘅花嘅，都有啲嘢，不過可能要係一啲
啲唔知咩區域先至見得到。咁附近咧都有幾多賣花嘅鋪頭，或者一啲園藝景觀擺設。如果中意一啲藝術花卉嘅朋友咧，就有福啦，夠晒綠色，人都綠埋咧。睇下先，好靚嘅花花。哇，好得意啊！呢度好多雀仔喎，叫佢寵愛我萌館。超啊！我覺得佢哋萌萌的樣子，睇一家大細一齊度。之前有個 friend 都養呢隻，唔記得咗叫咩名。但係有時眼教一隻眼眯埋，話眯埋。你記得講呢啲乜嘢？當搞嗰個做人。咩睇咧？好笑啊！爸爸好可愛的，你衝出嚟啲，好粘人呐！心情好啊！只直接攤喺度嘅。跟住咧出咗嚟之後咧，對面係睇金魚嘅，就可以做呢個金魚島啦。望一望啲金魚先，幾靚喎！啲魚仔，以前屋企都養魚嘅，不過就都比較佔空間啦，咁最後就棄置咗啦。好特別，我都未見過呢隻顏色嘅魚仔啊！咁啊，成群好似啲 friend 喺度開 P 咁啦，周圍遊，同埋有嘢食咧，聚埋一齊佢哋，好熱鬧。唔係嗰度有隻大魚喎，好似清道夫嚟㗎啲係，純粹喺度清潔個魚缸，就假死狀態平時就。呢隻啱啱白色嘅魚仔應該大個咗嘅時候咧，就係咁嘅體型啦，巨型版，翩翩起舞。因為中秋節啦，所以就掛咗啲燈籠咧去做裝飾，多翻啲嘅中秋氣息啦。咁就唔知道啲夜晚啲燈籠使唔使着啦。咁但係咧喺度行咧都幾 chill 嘅。左右兩邊有一啲可能係寵物店啊，或者係一啲賣一啲植物啊，所以係有觀賞性嘅，可以行一行都幾 chill 嘅。呢邊咧就有個大草地，咁適合大家咧嚟去野餐啦，或者係過嚟玩下都 OK 嘅。我睇一個大風車啊，大風車位，咁呢個就經典打卡點。但我都係揾緊我啲花咧，到底我啲花喺邊？頭先都有個一個遊客啦，就問我咧啲花喺邊度嘅。咁我都係講，其實我都揾緊啊，我都揾緊啲花喺邊度，所以就大家快啲揾啦。
咁呢度咧望翻轉頭咧，就有一個好大嘅月球啦，扮月球嘅一個裝置啦。今日就有啲舞台啦，播下歌啦。就唔知道咧會唔會陣間有表演啊咁樣。咁我都嗱影翻幾張先。我諗都算係打卡位之二嘅，有個涼亭仔啦，咁又嗰啲歐式風格去建築啦。咁如果你想打卡咧，呢個都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嚟嘅。廣角少少先，就會係咁樣啦，景況。咁最後咧，我都係見唔到嗰啲靚嘅花，咁就當係俾上唔到啦。我見係咩啊？沒有，通過。我哋咧就去呢個下一個景點啦。嚟到呢個位都幾靚。如果呢度咧開櫻花都幾爽，唔知係咪櫻花樹？但我見係故意去植出嚟嘅啲樹。不過而家因為10月啦，唔係啲咩特別花期啦。咁如果係去到春天咧，2、3月嘅時候過嚟都應該係另一番風景。呢個位真心靚。嗱，已經有啲龍咗聲白啦。咁而家有咩影咧？就影呢個好靚嘅蓮花。最後咧嚟到出口啦，咁咧嚟到一個比較復古嘅馬車建築啦。呢個擺設咧係幾靚嘅，咁你可以見到啦，有一個馬啦，隻馬都有啲細節咧係刻畫得好細緻，有佢嘅輪廓喺度噶。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幾靚嘅打卡位啦，因為有興趣咧都可以過嚟呢邊。咁近呢個叫蘆翠湖啊。即係公園入邊嘅有個位叫蘆翠湖嘅附近啦，咁佢都接近係馬路位啦。仲係呢個啦，係一個小矮人啦 ，Welcome 公仔。咁就喺嗰個馬車嗰個模型隔離嘅，隔離就係呢個馬車啦。個矮人屋仔咧就喺度。咁去下一站咧，叫西麗生態公園嘅路上咧，就要經過一個公園，不斷行過去嘅。喺地圖上面咧，呢叫中山公園。至於點解叫中山公園咧，都幾靚嘅，就係同我哋嘅國父孫中山有關嘅。有冇睇過《火影忍者》咧？一樣嘢叫影岩啊！影岩咧就係將歷代嘅火影忍者刻喺埲牆，去紀念佢哋領導川史嘅一個紀念嚟嘅。咁啊，當然係德高望重嘅火影啦，先至可以去喺埲牆上面留紀念啦。咁呢度嘅概念咧，我唔知係咪抄人哋，定係佢哋本身就係咁嘅打算。咁啊，將咧國父孫中山嗰個樣咧就刻喺嚿石上面，以資紀念。咁呢個公園咧本身都幾靚。咁我哋行近啲，咁你就見到個樣啦。呢個可以去行下嘅，咁啊有興趣都可以同佢影翻張合照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咁至於隔離咧就係一啲嘅，我唔知係咪革命義士啦，即係工人階級啦。有啲就拎起把槍啦，個紋理上邊就兇神惡煞咁樣係，即係開打嘅模樣。咁
咁呢個就係屬於你嘅影岩啊！你滿唔滿意啊？咁多人都俾唔到反應我啦。雖然今日有帶相機啦，但係我覺得穿越呢啲地方咧，都係拍片比較有味道。都係啲叢林小徑嘅穿梭。咁係城市人其實好難有呢啲嘅體驗，同埋唯有你認真去好好行公園，去感受呢個大自然嘅時候，呢個腦先可以休息下。如果唔係香港，你望住一堆石屎磚頭，你個腦放咩鬆咧？腦霧有份。但係咁行落去咧，其實真係好危險。如果要嚟就帶翻個小風扇，可以學埋歷史添。叫曾生，深圳市坪山人。大學時代就做過啲咩準司令啊、副司令啊。咁結果咧就係體現到呢個愛兵如子嘅將軍情懷。發現呢個打卡位，自然界打卡位，咁我就影下嘅，一上嚟到來都來了。咁呢部機咧弱點就係對於鮮黃色嘅嘢咧，就隻色比較難認。呢個有啲仙人 feel 啊！摸住把劍咧當凳坐，自己坐喺度，摸住把劍，係超街嘅始祖嚟嘅，超咁坐喺度。而家就日日可以望住公園，享受呢個仙人嘅人生。咁落手車行咗一陣咧，都應該差不多到啦。咁終於嚟到啦呢個西麗生態公園。咁我睇下嗰個風景如何啦。原網上面介紹咧，其實係咁樣噶。咁我哋又 check point 咁樣去揾有冇呢啲景點，因為我都見到好多花好靚，所以就會過嚟睇一睇咁樣。跟住又係一啲中秋節啦、燈籠啦嘅節日佈局，非常之正喎。係衰就衰在咧，嗰啲陽光打唔入嚟，可能朝早嚟會更加好。就傾向比較暗色外面，影相大鏡又冇光。入口條路點樣嚟嘅咧？好似將啲人包住。點樣行去啊？人員密集，分批咗入，都係路都係人開發出嚟嘅。好，嚟。哇，好靚啊！即刻叫我。热的。你見到下邊啲人幾咁開心，一片金黃色。zoom 近啲睇咧，就更加好，兩倍。一片金黃，其實我都覺得應該係朝早，可能8、9點咧，陽光會充足啲。咁啊，晏晝2、3點係最曬嘅。咁而家4、5點咧，其實冇乜光，同埋可以多雲。有個沙池啦、城網陣啦，都幾適合放仔放女，即係幫我哋放下電，幾有童年回憶呢啲。正，呢個就係城網陣。
下活動下都幾好。佢叫咧叫兒童友好公園，細個成日玩嘅，有啲水添喎，打落啲水，有啲倒落去，有隻打卡鴨仔，就可以我嚟影相。咁呢度咧就叫龍耕園啦。咁我都喺度圍捕嗰個波斯菊咧，呢度就冇人理嘅。所以我哋轉移策略。過嚟呢邊打卡先，都有少少花影嘅呢邊，不過主要係種嘢，種其他植物多。叫黃花菜，係幾靚嘅咋，咁就好難得冇人去影啦，可能嗰邊墟冚啲。唔係得意佢啲白色一粒粒咧，應該俾人修剪過啲枝嚟，咁就點綴下啲花啦。行到好攰啊，就係，所以都係揾間嘢坐下。嚟到一個商場啦，咁我睇下一係坐 M 記，一係坐其他地方，飲下廢水都好。呢間係叫有茶，有茶飲 ，OK。So sad， 飲完廢水先發現咧，就上行咖啡喺度。不過算啦，飲咗啦，下次再飲。咁今次咧，我哋下一站就決定咧去呢個南頭古城。好，咁啱啱咧就落咗巴士啦。咁而家咧就應該去到南頭古城嗰邊噶。可能見到個門口啦，個古城已經近在眼前。都係仿古啦，去一個城啦。咁咧就寫住呢個南頭古城嘅。咁我哋入去睇下，正喎，好有中秋氣氛。花燈籠燈，好吸睛嘅呢個公仔塔，有蝦爾香，滿砌咗一座塔嘅。哇！呢度應該係冒險樂園咁樣嘅鋪頭啦，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嚟嘅，只不過我想睇啫。有最高食喎呢個放冰淇淋。幾得意喎！幾奇珍。咁啊有好多特色嘅雪糕啦，可以去揀。俾你行街咁行可以嘅。呢啲小食鋪頭啦，螺絲粉喎有。我真係覺得拎住啲棒咧，喺人哋掛一派太顯眼，都係掛翻落心口嗰啲 OK， 實在係明目張膽隻。幾好。我在這。這裡也有那個就可以扮學校啲學生。可以招嗎？是看不到外面。這個要19.9，那個只要9.9。哦，呢度就可以去影嘅。咁呢度咧就係興明北街，咁行下啦，反正都係行街。都落啲。食米線嗰隻鮮菜喎，其實嗰邊咧就冇乜嘢睇嘅，主要係啲食肆同埋一個廁所，所以都係去返大街繼續行。遇到韓家，我入去睇下先。有國慶套餐，即係影一啲相咯，影樓寶寶。
幫人拍啲人像，等我參考下你點影相先。啲人像就係自然，同埋嗰啲係擺埋場景㗎啦，好明顯。即係用卷紙，譬如黑色咁咪黑色咁嘅背景，跟住打啲光去影咯。咁自然啲就生態拍攝啦，頭先影婚紗嗰度。咁都比較人工嘅環境嚟，影下咁樣。冰糖草，有冰糖草莓。哦，好，睇下呢個。好經典。但係唔知大陸嗰啲係點？我喺香港錦上路嗰啲鋪頭咧買嘅冰糖葫蘆係勁甜咯，甜到真係會糖尿病嗰隻，一擺落口已經知。好啊！呢個位影相，OK。賣相不錯。呢邊就有啲茶包賣啦，亦都有啲茶杯，其次一啲女仔飾物。呢個叫毛絨實驗室，睇下實驗啲乜嘢啦。好多款式。好得意啊！然後基礎款。好 Q 啊！你哋，我背囊咩都唔錯。貿易改變世界，珠江口一個海上嘅絲綢之路，得啲啦。清代珠江口進入廣州嘅路線，係咪一口通商嗰啲狀態？呢度都係咯，唯一合法嘅一個地方。咁我哋通啲咩商咧？就係買啲嘢啦，諗一系列啊啲荷蘭豆啊、眼鏡啊、煙草啊、放大鏡、望遠鏡，一啲嘅書籍啦，一啲線啦，就係去賣嚟賣去啦。嗰陣時，以前中學都有讀中史嘅，咁而家就係一啲嘅實體嘅嘢去講多少少咯。到呢邊啦，河海交通，我都係珠江口呢個位咯。南山博物館喺度，呢度又係一個博物館啦，籃球里。有啲嘅藝術畫畫，咁我覺得呢啲係有趣。應該係啲人類嘅故事嚟嘅，點樣喺呢個城市啦生活？呢啲應該係人哋嗰啲照片嘅參賽，然後就放喺度，呢個都幾好，影咗一啲生活嘅小細節，一啲飾物啊、擺設啊，係咯，就類似啱啱嗰啲燈籠咯，上升明月，海上生明月，幾有意思嘅，其實咁多嘢影，
咁就有好多相可以出到嚟。搞笑浪仔計劃，有冇浪女計劃？浪埋啲女，舊時啲海報嚟，都講2024年。呢啲係啲小攤位嚟，韓畫。好，这是我们的2026年的手绘日历，然后我们是通过12个月的趣味主题，然后去传递一些国际性的视野，然后一些健康生活理念，还有一些传统文化。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官方平台，然后在2026年会做全方位的线上的互动，然后就我们所有的粉丝都可以参与我们公益的活动，然后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这个粉丝福利。呢定。像我们有一些包括一些日常的一些安全，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吃什么也有。你是来深圳玩嗎？啊，對啊。你是從哪裡來？香港來的。哦，香港 OK。係啊。我今日過嚟定係？誒，識廣東話喎。都係深圳。今日係香港過嚟。係啊，所以就過嚟都係睇下啦，玩下啦。係。但我未嚟過南頭古城嘅。OK。所以就過嚟去睇一睇。今日都有中秋嘅活動，你都要逛下。我覺得好有意義嘅，即係去紀念翻唔同嘅嘢啊，或者注意健康啊，關注下呢個世界嘅嘢。係啦，所以幾好啊，繼續努力。多謝。方便好多啦，廣東話可以同佢溝通，太好啦，我覺得。因為都係廣州嗰邊地區，深圳、廣州呢啲，識廣東嘅話嘅人係比較多。咁但係其實而家內地咧唔係咁中意呢個文化，想去少壓制嘅文化嘅學習啦，所以嗰個空間係壓縮嘅。哦，正啊呢個經典。啲居民咧，係嗰啲感應式鋼琴。就是你們現在彈就好了。明天晚上9點再跟他。感應係有啲弱，可能得某幾格有聲。仲有燈可以㗎。行到啲乜嘢都3粒音。啲檔口收緊，7點半啦而家。呢個係咩啊？月光琉璃畫手作。那你一個人就看到了，你一個人快點。差不多啦，呢度都行得。呢個就打卡位啦，花好月圓。呢邊都幾靚，大亮燈籠。跟住咧，嗰邊有大型打卡位，寫住南頭古城。咁跟住咧，每棵樹咧都掛咗若干嘅燈籠啦。其實我又幾中意啲鋪頭，即係講一啲夢想啊，或者勵志一啲語句啊，包裝成啲產品，都係提醒自己唔好喺呢個城市入面迷失。啲人咧就係留言就係可能有錢，去大學要自由。暫時即係5日3成5真。而家係白話文嘅。哇塞，這麼貴啊！其實都幾似講愛情，一朵雲遇到另一朵雲。對於單身狗嚟講，就係一嚿雲。總之搖咪有得玩。咩意思啊？要多少錢？12。啊，還有一個少媽媽。拿新的。新啊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咁就課金成功，我覺得幾靚喎呢個。
生命就係不斷去犯錯，不斷去跌倒，然後再從跌倒入邊去累積你嘅經驗，最後得到成功。咁由於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啦，咁我都要翻香港啦，下次再見啦各位，拜拜。食完嘢都走人啦，因為8點幾啦，翻到香港都抽手掂咗。咁而家係中山公園站啦，翻去深圳灣口岸咧要轉2條線嘅，咁轉嚟轉去咧就大約8個字咧就唔可以翻去啦，翻口岸啫。咁由於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啦，咁我都要翻香港啦，下次再見啦各位，拜拜。